早晨，早晨，你叫咩名我叫 Siti 啊， ？Cindy，你今年幾多歲我今年30歲啊。？30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啦。有冇仔女？有啊。係仔定女啊？仔啊，個仔係咪？你個仔幾多歲我個仔7歲啊。 ？7歲。係咁你係信會狗度係咪啊？係。咁你之前有冇去其他地方做嘢啊？有啊。喺邊度？喺新加坡啊。做幾多年啊2年啦。？2年。而家喺香港做幾多年啊？喺香港有17個月啊。咁老闆住邊度啊？我老闆係小細灣住啊。咁老闆嗰度咧，屋企有幾多地方啊？有400尺。 400尺。有幾多間房啊？有2間房啊。廁所咧有幾多啊？有一個廁所。咁有幾多人啊？有2個人啊。 2個人係邊個？我同婆婆啊。得翻一個婆婆係咪？係。婆婆幾多歲？婆婆74歲啊。咁係咪中經行啊？有啊。經行係咪？係。咁你平時做嘢幾點鐘起身啊？我7點半起身啊。跟住做乜嘢啊？我同婆婆做運動、買餸，跟住煮飯煮餸，跟住同婆婆出按摩。按摩啊。嗯哼。係。咁下晝做啲乜嘢啊你？下晝使唔使煲湯啊？俾婆婆飲。係啊。你識唔識煲湯啊？我食啊。夜晚平時幾點鐘食飯啊？夜晚食飯7點。 7點鐘食飯。係。咁食完飯咧，跟住做啲乜嘢啊？洗碗啊。抹地啊。掃地抹地。咁你係咪同婆婆一齊瞓覺啊？係婆婆自己，我自己啊。咁平時幾點鐘瞓覺？有啲9點，有啲3點。一次10點。9點，一次10點鐘，係咪？OK，唔該晒嚇。